過往澳門舉辦一啲同普通話有關嘅比賽，大多數都係朗誦啦，或者係演講啊、講故事咁樣嘅。咁好少會好似呢一個趣學普通話線上挑戰賽咁，佢係俾學生用電話啦，或者係用 iPad 就可以進行比賽嘅。咁對於學生嚟講都係比較新穎啲。咁而且入邊有一個 AI 語音嗰個測評系統咧，可以即時對學生嘅一啲嘅語音作出一啲嘅回饋，咁我覺得係對佢哋有好大嘅幫助嘅，咁所以學校都好推薦佢哋去參加呢一次嘅比賽咯。對於澳門學生學習普通話嚟講咧，佢哋比較少有實踐嘅機會啊。咁好似上一屆我哋參加完挑戰賽之後，咁有部分學生咧係獲得咗可以去大灣區文化交流營學習嘅機會。咁聽家長嚟講，佢哋喺個交流營度咧，可以同粵港澳3個地區嘅學生去學習文化啦。咁同時佢哋仲喺用普通話喺博物館度同公眾去做導賞，呢一次係比較難得嘅機會啦，讓佢哋可以增廣見聞。